昨开始，指挥中心将对中国直飞台湾的航班进行喙瘾 PCR 体检，524个离境的乘客检验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有140来个人阳性，阳性率是27.8%。指挥中心是表示讲，头一天的数字只是参考，刷来这几天会较稳定。咱再来看明仔载就要正常的上班上课咯。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今仔全台湾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。宜兰、基隆、北海岸各有大台北山区部分所在会落大雨。今仔早起国道5号就开始塞车咯，往北的车是真多。宜兰到头城路段塞到袂顶袂当，时速只有4公里。高速公路局是预告国道5号应该会塞到暗时7、8点。元旦假期结束，早起开始，北中南地区渐渐出现车辆。高速公路局预计塞车的情形是以上北为主，而且愈下晡会愈明显。规天的车流量预计来到100万车公里，是平常时的1.2倍。上塞的所在是国道5号，已经有出现连续塞车3、4公里的现象。雪隧里面可能就会有车速低于50的情形，这个状况大概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7、8点左右。以北区路段而言，就是苗栗到湖口跟关西到大溪这2个路段，大概下午3、4点开始，会一直拥塞到晚上的7、8点左右。高公局估计，中南部地区西犁、后里、德山路段，嘛是差不多下晡3、4点就会开始塞车。另外，南区的左营路段嘛有小可塞车的情形。假期结束一天，天气无啥稳定，云真高。气象局表示，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。基隆北海岸、还有宜兰跟花莲这些地方，都是比较有明显持续的雨势，而且会有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。那在这个苗栗南一直到高屏地区，因为受到中层的水汽通过，所以都还是会有零零星星的一些降雨的。这些地方虽然雨势没有很大，但是也就是会影响到我们外出的一个行程。天气无稳定，搁拄着放假结束，南北来往的民众要注意交通资讯，保持安全距离。记者麦尚英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